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昨暝来举办第一场的政见发表会，重点放伫个两岸外交的政策。成立李孝斌展现风度，国民党总统初选的5位参选人82分钟发表政见。我们的国民难道没有看到蔡英文的专制、腐败，没有看到蔡英文的霸道、破坏民主，没有看到蔡英文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？炮轰国安法，质疑朴素学历，第一棒就设为对准现任总统蔡英文。讲到两岸，韩国瑜头一次抛出中华民国两个地区过台面贸易的看法。9·2共识，一中各表，重点在各表，没有各表就是没有共识。1国2制从来就不适用于台湾。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标志得非常的清楚，中华民国2个地区，自由地区、大陆地区，所以两岸之间任何的交流，中国大陆一定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。第一场政见发表会主题包括宪政、两岸国防、外交、张亚中甲朱立伦，拢针对韩国瑜进行的主张提出论述。国防靠美国的思维是不对的。今天台湾作为美国的棋子，最终可能成为美国的弃子。我认为两岸未来就应该以分治不分裂这个法理的现状为基础，签署和平协定。台湾要靠民主，和平要靠智慧，然后我们的经济要靠开放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，胜利要靠团结。我们一定是反对台独，一定是反对独裁，同时我们反对1国2制，我们要讲得非常清楚。韩国瑜就穿招牌蓝色的写字，另外4个人拢是西装领带，表示慎重。朱立伦真有自信，一直讲会当讲全程拢无看过，也个口水对手。大家辛苦了，在这边听了1个小时的朗诵跟演讲比赛。今天国瑜轩有点紧张啊，这个你是地主啊，轻松一点。那个郭董，刚才我在那边旁边有点偷笑，就说他稿子最后一段要多写长一点，因为我看时间还不够啊。第一场的政见发表会结束啊，什么人表现较好咧，就交予选民来评分。